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晴。今日来到漫漫的万金川，遮真有历史、真趣味、真文化多元，而且呢，在圣诞节的这一个月，会使讲足闹热的。你想会到，在遮有平埔族，嘛有过去的客人，嘛有河洛人，嘛有外国人。这个万金圣母殿真有名，而且是台湾头一个受到教宗来赐封的这个圣母殿。安怎来迎妈祖？安怎来迎圣母？咱斗阵来看卖。其实哦，一开始我就闹开啊，叫潘老师来纠正啊。咱来请潘老师来甲咱讲吼。潘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嘿，潘老师吼，你甲咱观众朋友小解一下吼，是安怎袂使讲圣母殿，爱讲圣母圣殿？哦，嘿，这是讲圣母圣殿最主要原因，就是因为吼，这个圣母圣殿必须要和教宗来册封，才会当号做圣殿。啊，这圣殿比一般的教堂、天主教堂吼，伊搁较悬一级，地位较悬。嘿，啊，这个伊本名应该叫做宗座圣殿，宗座圣殿。啊，宗座就是教宗，这个圣殿是属于教宗的天主堂的殿。啊，所以教宗来台湾，首先伊绝对会来这面察，啊，因为这是直属教宗的，吼，啊，所以讲。啊，甲称号做圣殿哦，所以大家来知，袂使讲圣母殿哦，唔是咱迄什么王母娘娘的什么圣母殿，是圣母圣殿这头一个。圣母圣殿，伊是伫1984年民国73年的时阵，和迄阵的教宗叫做保路啊，若望保路，啊，所以伊甲册封，所以对遐开始，遐个万金圣母圣殿迄6字。就是1984年的时阵，教宗甲册封了后，啊，阮将迄字甲搭底啊，嘿，迄是安尼来。啊，另外观众朋友真好奇哦，迄顶头啊，佫一个红字。这个红字吼，伊这圣殿开始号做天主堂，啊是伫1870年落成完工的吼。1870。啊了后，清朝迄个传政大臣啊来巡视台湾嘛，咱讲伊要来创啥？就是开山抚番嘛，开山。但是开山的意思是啥呢？不是要开垦荒地的，迄是要开辟道路，就是会当为台湾的西部到东部迄边的道路。啊，所以伊就搭规划好势啊，所以咱即摆诶横贯公路。所以行大来个遮。嘿，对。啊，因为伊是安怎到要来遮？因为这个所在是咱南部。有一个巡抚衙门呐，迄个千总衙门，这千总爷，千总啦，千总爷啦，千总爷的伫隔壁庄，叫做赤山庄。赤山庄啦，伫遐有一个千总衙门。千总衙门就是敢若警察署啦，陈宝珍来遮。伊是巡抚嘛，啊，要巡视一定爱先为伊啊，遐人会甲接管，会甲交代嘛。啊，所以迄阵这已经完工落成啊，所以伊来为遮来遮看，啊看的时阵吼，啊看神父，啊这个鼻啊嘟嘟，目睭落落，啊搁含伊讲台语，讲闽南语就对啊，啊感觉介奇怪，啊所以感觉很介亲切啦，因为陈宝珍是福建人，福建人，对，啊所以讲吼。啊，来遮就问迄神父，啊，恁伫遮传教，我看恁的教友含遮神父，大家拢介和谐，啊，真好。啊，有啥物拄着啥物困难无？啊，神父就甲讲，阮拄好来遮传教吼，无偌久嘛，因为遮开始1861年为遮来，啊，1861年来遮传教了后，啊，介者连一个教友都没有，那个教友都没有，所以当时的人，而且那个时候，迄个时阵吼。拄好伫迄个满清的政府，拄好跟这个外国人签订很多不平等条约。是。啊，这不平等条约吼，所以伫迄个，所以这人吼，一般的官员吼，对外国人拢介真反感啦，真反感。啊，所以伫遮伊
啊，伊来遮吼，就讲阮来遮团购吼。你做得袂歹啊，吼。伊讲，啊，拢就希望，迄拄开始来遮的时阵吼，伊安那买即块地啦，买即块地了后，啊，伫遮简单甲搭一个草寮啊做性堂安尼，而且要嘛将迄做一个叫做小学校，就是教遮的囡仔。啊，会当来捌这个捌字啦，会捌这道理。因为人反对嘛，所以将这简单这草厝吼，全放火烧去，放火甲烧，啊，毋是一遍，有几啊遍。啊，所以这师傅看讲袂用一下，看讲安尼，啊，一直风烧，啊，咱要搁起，啊，规期起一个较坚固的。1870年完工落成的，12月8号。听讲伊迄阵是啊，对福州进三马啦。啊，对这浦海来，对迄个东港哦放射啊，对遮呢用牛车呢送来，真高工的咯。无毋对啊，这沈葆楨和这师傅吼，啊讲了后，安尼我甲你既然有人在甲你迫害嘛吼，啊所以讲吼，我甲你啊想一个办法，我若转去了后，甲迄个方向吼，甲建议啦吼，就讲啊无你若要搁去，你明年若要搁去的时阵，你就刻一个红纸，啊甲这个。啊，这天主堂，这两块石啊，拢是迄阵沈葆楨摕过来，啊，迄个凤字，你若看迄字哦，你若详细甲看迄字，迄个凤字，咱的字安怎写？一个匕首的匕，下面一个日嘛，哈，啊，但是这毋是呢，这有这上曰，上就是万，就是皇上说的，皇上说的，这是圣旨的意思，所以那里写的是皇天圣文，皇帝诏我啦。其实伊这看起来吼，这个敢若一个堡垒同款的。是。这我所查资料知影讲叫做巴西利卡。巴西利卡。巴西利卡吼，你甲咱小可小解者，这巴西利卡这间隔高等的这形制是啥物？巴西利卡本来就是一个小圣堂的意思。小圣堂。伊这圣堂是伊的建筑的方式无啥共款，但这人一般的人来看这圣堂吼，拢甲讲。结果就是讲啊，这是一个什么哥德式、巴洛克式，个人唔是，其实这是一个古堡式的教堂。啊，前啊，这古堡式的教堂，因为当时的新妇是欧洲来嘛，欧洲来，所以因西班牙人，所以就叫西班牙的城堡，古堡的方式来建这圣堂。啊，但是这个古堡最大特色是对。就是这两边才有这个侧楼，哦，边啊偏楼啦，才有侧楼。啊，古堡上重要的作用是要啥？是防御用的。敌人呐，啊，所以讲你若一般若要攻击这个，要攻打这个或者这个城堡的时阵，一定要盖个兵马才有法度攻打嘛。啊，迄个时阵因为这圣堂吼有被。介济人吼，这北道来甲围攻啦，啊，所以他们家漂烂啦，所以迄圣堂迄门吼，迄个门当时吼是规片的，迄个门是2片嘛，迄一片拢3寸高，介高吼，足高，啊，拢3寸高，所以讲迄个门就是要保，啊，伊从这门普通咱所看到的天主堂吼，天主教堂，拢是安怎？拢3个门会当入去，啊，这吼拄好干咧中这门会当入去。哦，甲普通无共款，啊，所以甲拢无共款。拢3板吼。对，爱干那一板啊，但是切门啊呢。对，啊，但是伊安那有保留讲，这2个门会当起到楼顶。起到楼顶。这是一般的迄个古堡式建筑的特色。哦。顶悬迄个乌白迄个顶悬嗰一个皇冠。因为耶稣是普世君王哈，啊伊哈，所以有一个皇冠，代表伊是普世君王哈。啊，到落来，乌白迄个干那一个贝壳，那盾牌啦哈，迄个盾牌哈，迄十字架拿乌白，迄就是叫做道明会会徽啦。而且吼，咱这圣母圣殿吼，内面还佫真济古早味，哦，真有历史记载。啊，佫有历史意义的，咱哦来2楼看卖。好，咱来2楼看，佫较精彩的圣母圣殿。黄老师，你甲咱讲哦，这看起来敢若古早味呢，嘿，这是啥物？
这是这个圣堂伫1960年的时阵，要改建，就是讲将伊本地教育较济啊，所以往后延伸就是搁用个较长的，所以迄个时阵有迄个祭台，迄个祭台吼要甲用掉，从迄祭台吼，遐装饰的遮物件，拢甲拔落来。即摆放伫遮做纪念。哦，这以前的祭台甲即摆的祭台有啥不同？即摆祭台咱在看拢是伫迄个，咱在弥撒的所在，迄个所在叫做祭坛、祭坛。是，神父拢爱面对着教育。神父爱面对教育。迄阵的时阵是这放伫壁呢，所以讲神父等于用后壳在看教育。安尼无讲安尼就感觉较无礼貌啦。也是讲较无，互咱较无亲切感，较无亲切感。以早的时阵，我细汉的时阵所听的，咱咧讲的，拢讲的做望弥撒，望弥撒就是去看尔，看弥撒啦。但即摆唔是，即摆就讲爱参加弥撒，参与弥撒就叫参加弥撒。这个意思。这就是主要意思。这样时代演变吼，这教堂内面的规矩，甲这个意识。这个艺术啊，小可有改变，互大家更加愿意教育来参加安尼吼。是。但是这就是历史的见证。对。咱个望弥撒，咱个望圣坛。对。咱来另外一边吼，过来看其他的古早味。好。潘老师，你甲咱讲吼，这圣婴顶头写19世纪呢。这是真正19世纪迄阵时的圣婴吗？应该就是19世纪啊，但是我唔知影，应该是啊，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哦，你著看哪些？拢有迄神父，因为到圣诞节的期间吼，就拢会互神父即个圣婴就互来教育来亲吻圣婴啦，来浸即个圣婴，就是拢用即种。拢用这嘛吼，你遐嘛佮一些嘛吼，这拢共款。这二代啦，吼，嘿啦，这原在啊，这二代啦，吼，对。这头仔咱讲的，这拢是过去这拉丁礼内面圣坛所用的这个器皿，迄个祭台顶悬放，即摆神父在弥撒嘛，共款拢会放一个十字架，耶稣的十字架，放5张十字架在祭台顶悬。大小拢不论，但是一定弥撒一定会放一个伫啊。是。咱头仔就讲着皇子的子就是上月，上月，就是这个头拖落来，拖落来啦，吼。对。但是吼，头仔你佫甲咱讲，咱正手边这其实这是圣堂精声，吼，是礼仪书蒙灰斋之信息，吼。即马无咧扭，对不对？即马拢是用啥物？用电动的。用电动的，无咧扭，无咧扭钟啦。讲一个，这礼仪就是像在迎圣母的时阵，要入来，就拢会扭这个钟，一直安尼较紧。较紧，噔，无遐紧无遐紧吼。差不多，就较紧，噔，就这样子。几声？无限几声，就是我会记一直拢会响掉，一直入到圣殿内面。等一下，人会甲咱介绍，这圣母桥在光的时阵安怎用哦。不离个，这个死亡，这是一个足特殊的，因为伫遮个我都听到，叫做丧钟。咱在讲啊，丧亡。丧钟啦。丧钟是安怎？即摆若有教友，然后这教友过往的时阵。伊会来甲圣殿遮甲报告，讲某物人就有人过往有人过往啊。迄个时阵就会来扭这钟。丧钟最主要就是伊比一般的钟，差不多较慢啦，差不多加安尼当，然后1秒钟、2秒钟安尼甲个。我会记用3秒啦，安尼。这是。丧钟火灾的时阵吼，就较紧急啊。不是火灾，因为过去遮拢草厝较济，所以定拢有迄个火烧厝。所以扭较紧，壁是有火烧厝，大家来做来。就是我头仔迄种，叮。对。迄阵
迄个日本时代啊，空袭的时阵嘛是用这做空袭警报。走空袭啊。哎，对。所以你看吼，咱这吼，其实哦，老师来头甲咱讲，咱万金会使讲是咱全台湾信天主教导上密集的一个村。对。70%拢是咱教育。应该超过70啦，可能80以上。80以上吼，所以教堂对咱村内面讲是真重要。咱还佫有其他的物件，迄条哦，佫较注意，啊，佫有一支蜡枪咧。这蜡枪是安怎来的？教堂内面有蜡枪。这个蜡枪吼，最后我是听讲是迄个神父甲会拍蜡，因为神父拄来的时阵吼，迄阵台湾还佫禁蜡，无佫遮严重啦。啊，即摆是禁止打猎嘛。所以神父家己的蜡枪。神父家己的蜡枪。啊，我听阮阿公讲。因为阮阿公介早就遮圣堂开始教育啊，就教育啊。伊讲吼，伫日本时代，就是讲日本甲有战争以后，因甲有战争，日本要来台湾的时阵，迄阵家户介济嘛拢有即种迄个长枪啊，就即种枪，啊，所以含日本迄个对抗啊，啊，当然一拍子人迄是较现代化迄个武器嘛吼，啊，这个蜡枪。啊，遐是一支杀创，这杀创。嘛是因为神父，因咧西洋人吼，因的音乐，因对这个西乐，但是台湾迄阵拢大部分拢要用古乐嘛。啊，神父来，所以将这个新的这个西洋的乐器传入来，啊，加这教育来。所以咱即摆咧游行的时阵，咧迎圣母的时阵，拢有这个乐队，拢来。是，就家己的乐队啦，安尼是安尼来啊，啊，像咧嘛较特殊的迄个卡梅拉，即神父的卡梅拉吼，是。所以咱真早，咱看到过去古早相片，真侪拢是咱家己翕的这相片。对。这整个教堂吼，历史啊，甲文化啊，甲咱整个村的这生活吼。他拄啊，潘老师你佫讲吼，迄桥班吼，咱有固定的桥班嘛吼。咱桥班是，咱的固定的桥班吼，咱哦，小等，各念伊就要来带大家来看吼，咱的桥班哦，安怎来光桥，安怎来游行吼，对着咱整个村内面的意义是啥物？吼，继续看。咱今日来到遮，这无简单呢，吼！这大桥，你甲想讲吼，敢若大桥班哦，这班长，吼，啊，这班长恁我老讲教育，老教育吼，你甲咱讲这个桥吼，这是新的吗？算万金第二座的。第二座的吼，这当时开始启用的。当时启用的伫10几年嘛。有搁较久。啊，咱光桥才光偌久？光桥啊，阮的老教育一定要光30年啊。要光30年啊？我们就对10几岁啊开始，10几岁开始。对啊，少年个爱光爱传承。你甲咱讲，咱这光桥吼，是家己志愿的，还是讲有选择，还是讲安怎传承的？志愿是这是阮万金庄天主教信仰啊，有圣母游行是阮即间建造。圣堂叫万金圣母圣殿无念原罪师太。啊，然后有即个桥的游行是外国神父传落来。啊，这是阮当地信仰光桥是传承。是。啊，但是安怎选桥班的人呢？选桥班是咱当地的教友，每一个人拢自愿来。哦，所以我举手我就会当参加吗？就是你少年啊，以早是安尼啦，较早是无安尼，无遐尔啊，像讲有一个班长咧率领安尼。以早是拢大家教育个拢去外口做工课，少年人啊。啊，即摆你若拄着主报，大家就敢若袂输过年，拢爱转来啊。转来遮即摆较毋捌你教堂的，啊，因个借即个机会来扛即顶桥，看会明年度的运动会较好无，事业较发，嘿啊，身体较健康安尼啦。是，较早是拢即个意思。哦，即个意思。对。啊，即摆个无共啊，即摆因为即摆时代哦，就是讲一寡少年啊，频繁来圣堂，啊，要互因
甲叫因较接来姓长嘞，要去因来姓长啊，所以恁爱有来姓长的，较来心解当扛一点叫，或者介神圣的无可能哦，恁哪扛电刀饼啊？嘿，哪扛哪煲槟榔啦，哪食薰的，袂使。嘿，对啊，电刀饼啊，较早是。所以电刀饼哦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你就爱有对咱教堂有向心力，哦，啊对咱这个信主，哦，有这个向心力咧，才来讲。对啊。啊，传承，即马才有几个人去？即马阮拢有每一年拢有50个人，就去轮流讲这点经。啊，咱有成立一个敢若迄个旧班会共款个青年会安尼。啊，拢才有几岁人？甲譬如讲，大哥，你即马敢有退休啊？我嘛是搁咧讲啊。即马搁咧讲哦。搁咧带少年啊！因为我隔壁班就是爱一个少年的啊，爱互伊知，我爱甲救咧，无救哪有摆落去。哦，所以。我爱去动咧，嘿啊！哦，要传承就是这个意思啦。行要放一徛个，规个叫个倒落去啊！咱总共啊几个人？一摆就要几个？这偌重啊？400几啦。400几挂伊的笼啊、甲加起来就差不多伫个600桶啊。哇！所以唔是这个结构咧重啊，尔，佮有咱圣母本身即阵。圣母嘛重。圣母才有偌重的。圣母有30斤呀，一个小朋友安尼，30几公斤有哦。哇，这无简单的吼。啊，较早的轿佮较重，较早的轿吼，因为伊的臀部大王伊会安尼，会不平衡，会害，所以下骹爱佮创2粒咱的大只拖拉裤的马底220个。对，甲伊拉重量，嘿，对重啊，拉平衡，嘿啊。哦，唔是咧信教哦。无，袂使信的，信的先会喷出来。无就个唔是妈祖个妈。对，我少年时候来看过一摆吼，但诶下骹绑在底里的。对哇，较早有绑2粒马底里。啊，即摆变啊啦吼，即摆有够重啊啦。对哇，即摆变做若举悬挺悬的时阵哦，我人就弄伫即个桥的下骹。斗东啊，无少年啊，有诶袂堪的啊，手会揪紧啊。哦，所以爱有人踮边手较偏掉诶。我秘伫下骹啊，系啊，我个用头壳斗动条咧啊。哇！啊，咱迄个管是才爱对倒去撑的。迄个做担啦，担吼，担晓，担啦，伫遮吼。嘿，啊，这担是用柴的还是用钢的？实木啦，实木哦。哦。啊，这实木即马，这一张看无吼。简单嘞，即马遮有。哎呀，这算上细机的啦。这细机安尼会动？这细机这是咧移动的呢。移动了。这个叫桥桩啦。啊，桥桩啊。嘿，桥桩啦。啊，这汉人的桥同款意思。对，这个是汉人迄款细机的桥桩。嘿。啊边啊，这个做亚钢卡，这个叫担啦。叫担，嘿。嘿。啊，遮个有若大组的迄组，遮个有一个。啊，佫更一个嘿。桥柄。啊，桥柄吼。嘿，啊，这桥担就是人咧担的迄个桥。嘿。哇，这。换担，啊这实木呢？这龙啊，晓，这个是这机。哇，今日开眼界。啊，这是新的吼。这新的。第二组，咱啊佫知影讲。啊，佫旧诶吼，啊，圣母拢即马平常时圣母拢是菜伫用一座放伫旧诶迄座嘛。诶，伫教堂迄边。伫教堂迄边吼。嘿。哦，咱头来看无？好啊，好。咱来看这旧诶吼，互你诶细汉时阵诶记忆佫来恢复者。好，咱头仔看着吼，迄新诶，哦，这旧诶吼。对。较无色彩，较无遐济吼。伊退休啊啦！啊，退休啊！这你细汉时阵就是讲这吼。对啊，系啊。但是看起来是这玻璃是后面装的嘛吼。是玻璃。因为顶几年啊，有一个隔壁庄的少年啊，食毒啊，精神无介好。啊，又讲是安怎？咱的神会遐尔啊兴啦，啊，伊坐倒喺树仔骹幻想啦，幻想啊，转个甲放火啊。啊，规个圣母全头毛倒去啦。规个衫裤倒起来，尾仔这个个整理，这个整理起来，对。哦，这安尼，啊，这其实这古早些吼，这看着这
混热啊，搁伫的呢吼。对话，讲的这个是拢，这已经拢歇区啊，嘛无人敢整理啊。哇，这其实咱他看到新的甲旧的吼，其实顶头的那个花样，拢相像咧，拢用这个比例就去做的呢吼。哦，啊，恁这光桥的时阵吼，查某囡仔敢会当来光？查某囡仔唔捌发生过，目前还佫无嘛吼，目前还佫无。未堪的啦，未伤重吼。系啊，像阮查甫人，阮咧光个行无偌远，阮咧行上远行300公尺爱换人。咱换人。系啊。哇！啊，即摆佫较好，即摆少年仔未堪的，遮拢佫用一个电剪，互因迄个用剪甲头。阮较早拢无，较早若光落来上边剪甲头拢乌青，隔工拢剪起来。啊，咱上远爱行，你也甲计算起来，咱规砖头呢洗起来。哦，夭寿。袂啦，还好啦。哇，2公里啊，300公尺300就换一组换一组。对哇，啊，因为人济吼，咱无可能会足紧啊，因为拢豆豆啊，还是讲啊头前有车辆有啥物队伍有啥物订单的，咱就啊，就爱停落来。对哇，爱停来等。啊，停了有人落去停。全部的人个拢总挖伫桥啊斗扶咧啊，嘿啊，手抱咧啊。啊，你少年时阵开始讲的时候，你感觉讲，哦，这是啥发明的，才动着安尼。无安尼想法，无安尼想法。嘿啊，因为这是介一款迄个神圣，嘿，介神圣啊，介一款荣誉感，我袂晓讲迄个感受啦。有信仰的荣誉。嘿啊。啊，种迄个时间，等迄个时间要转来服务，就是阮12月找病主保检咧，就是圣母幼儿园，是安尼。介济外教囡仔，毋是阮天主教徒，我捌有一遍，平常日啊，迄拄啊伫迄个创校150周年，啊，迄150周年伫高雄遐嘿，啊拄啊无人啦，我全叫一寡外教的隔壁庄的，阮咧消防队，我本身较早是参加义消嘛，义消，我全拢叫呢讲，大家讲咧讲，隔当年要去问看，佫会当讲叫无啦？我讲你毋是教友袂使，讲吼头路有够顺的啊啦，有够顺的，佫逐家庭家族和乐的啦，讲感觉介好啦。哦，今日甲我讨要讲叫，我讲袂使啊，即摆袂使安尼，讲还是迄边无人无法度到你就来。哦，所以咱家己的教育的家己心内，拢有即个物件伫的。对哇。想要一个问题吼，问恁两位吼，这光桥也好，还是讲整个圣诞节吼，外口人来愈来愈多。吼，你感觉外口人应该爱安怎来看待咱这万金川圣母圣殿？吼，这整个信仰，你希望外口人安怎来尊重恁整个信仰？平常心以伊咧尊敬因的神同款安个好啊，阮无啥物要求，因为天主是慈爱的，迄是自强的嘿啊，伊也无教咱做歹，也无教咱迄落做毋好的代志啊。我讲，恁的宗教，阮甲恁尊敬，啊，恁嘛尊重阮的宗教，互相尊重安尼个。咱无宗教分别，不论个拿来咱遮，咱着以你用恁的信仰对待阮。阮的信仰同款安尼个好。讲得真好，讲得真好。即因为阮的来吼，因为我最少年时阵就来，我感觉初头一摆看真特殊啊，吼，因为我是河洛人嘛，吼，啊真特殊。但是年岁较有啊，我今年56、7啊，40年前啊，哦来到遮，乃至到遮，我感觉你讲的真对呢。就是不管你是啥物宗教，啊，这个宗教生做啥物款，吼，啊混合也好，啊纯粹也好，互相尊重，啊互相理解，啊这是最高境界。系啊，哦，感谢呢，哦，感谢，哦，就是用这个圣人来做这间天主堂的主保，啊，主保的意思就是守护圣人的意思，守护者啦，对，啊，所以啊，家己讲天主教不是拜圣母，是拜天主。因被温刷变出哦，温刷变出哦。会来的人，阮做欢迎的嘛，希望讲神会当互因祝福，有伫因伫这参观的当中，会当得到一个平安。
老师哈，你先跟咱讲吼，尤其即摆是即个圣诞节就要到嘿，啊，剩几点钟？剩无24点钟哦，无到24点钟， 24点钟吼，应该啊，对教育来讲吼，这神圣啊，真欢喜的日子。是，尤其咱玫瑰圣会、道明会吼，即joyful、sorrowful，啊，甲即个另外一个是反正即又个欢喜又个悲伤的即个人生吼，在遮会当，不管你是讲是升华还是解脱吼。啊，你甲咱讲看觅，咱即个圣母圣殿吼，尤其在咱万金川也好，还是咧整个咱台湾，其实会真特殊吼。但是嘛，有时甲一般的即个教育共款吼，共款的礼俗伫的吼。你先甲咱讲迄四季蜡烛哦，你甲咱讲迄四季蜡烛。四季蜡烛拄好伫教会内底是叫做降临期，啥叫做降临呢？就是耶稣要诞生，降临呐！耶稣要诞生前，他有4个礼拜，这我们说降临期有4个主日，那每一个主日，第一个主日的话，他会点一根蜡烛，那个紫色那个，然后第2个主日就是降临期第2主日，就点2根，然后第3根呢是那个粉红色那一个，代表是一个叫做喜乐主日，然后在明天礼拜就是要点那个第4根蜡烛，这个是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叫圣诞圈呐，里面放4支蜡烛，是每个。所以你甲看吼，咱一般这个教育吼，伫门骹口，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，吼，拢一个 wreath。放一个圆壳啊，是这意思。是。啊，这咱来看，咱的圣母。是安怎爱甲大家介绍这圣母？因为最主要，因为圣母放伫中，介侪人拢讲天主教在拜圣母，拜圣母玛利亚。但是这个介唔对的，迄个天主教所拜的神就是天主，基督教讲叫做上帝。其实若用言语写起来，拢共款 God 的大写。所以讲天主教是拜天主，圣母玛利亚呢，因为伊是耶稣的母亲，迄个时阵，去这圣堂落成的时阵，阮就将这圣母玛利亚，甲当作阮的主保圣人。就是每一间圣堂，每一间天主堂，你拢会听到伊讲，这间叫做啥物堂？比如讲。约翰堂约翰堂，还是圣体堂，还是啥物耶稣圣山堂，还是圣心堂，拢有这种堂区的名号，都是用这个圣人来做这间天主堂的主保。主保的意思就是守护圣人的意思。守护者啦。对。所以甲大家讲，天主教不是拜圣母，是拜天主。这圣大以外，边仔这吼，还有一个马祖呢。是。咱来看这个。即摆圣诞节到啊！圣诞节。咱对什么所在上济？什么所在上济迄种圣诞的装饰？我相信大家所看百货公司上济。百货公司。但是恁伫百货公司看无到马祖，对不对？这是干那伫迄个教会内底才有这个马祖。这马祖所代表有啥物种意思呢？是表示耶稣出世的所在是伫马祖，伫马条内底的马祖。伊伫马条，因为照圣经所记载，耶稣要出世的时阵，就圣母也要有心到顺月的时阵，因要找一间客栈，一间饭店要来住。拢客无，客无只好去找一个马条，转伫迄马条，甲耶稣甲生落来，所以放伫这个马祖内底，所以讲，阮若伫纪念耶稣庆祝耶稣的圣诞节时，拢爱做这个马祖。但这有啥物意思呢？耶稣讲，我的国含恁的国无共款，所以讲伊是讲天国的，就是普世各国。万国的君王啦，所以在遮有你看这个马祖内底，拢有遮的
遮个迄个布置，第一个就是圣母玛利亚，迄个一个应该就是耶稣，啊，但是人就讲啊，人若无耶稣，因为耶稣还未出世嘛。到圣诞节迄天，圣诞夜迄天，才会将迄个耶稣婴仔圣婴才会放伫啊。即摆佫放，即摆空伫对。是毋是你细汉的时阵，咱庄内就有咧装置即个马做的即个装置？因为有啦，细汉的时阵就有，但是吼，迄阵较少，因为迄阵的生活无晓，因为我迄个时阵是民国50年代迄个时阵，细汉囡仔，啊，迄个时阵要讲有通有迄个加出来遐钱来布置村遮即个马条，是无拢简简单单，啊有诶就无，啊加啊，但是咱买啊，就是拢有迄个台湾的圣诞灯泡，拢会出口啊，啊，就开始会牵，哦，这啊了，啊，这大家啊生活改善了后，啊，大家拢家好，大部分啊拢会布置这个马条，遐一个敢若布共款，啊，有人来甲我讲，哦，恁的媳妇拢较有力，摕布拢遐大片，啊，布是咧创啥？是咧化缘在用的嘛？是啊。啊，其实毋是啦，这个布其实毋是这毋是布啦，这土布迄个布，这个是啥呢？这个是乐器，乐器，咱讲的磬，磬，就是这个。啊，什么时阵要用到这个磬呢？就在弥撒的当中，弥撒的中午，若拄着讲，即摆啊，咱还佫较专心来敬拜这个天主的时阵。伊就会敲这个，就甲大家提醒，咱即摆爱佫增加专心。讲到这个磬吼，我知影咱圣母圣殿还佫一个真著名、真有名、真古早的这个圣母调。是。咱吼要请咱在地2位老师吼来唱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听。好，到底来听看觅。好。呀，不要随心切，不要随心切。呀，归相信这，别无有心给空哎。当见你的给不好，因非混浊变出好，混浊变出好。医生，我安尼讲你听有吼？有啦。吼，我想讲我啊，搁较大声无？无要紧啦，安有啦。安尼有吼？我听。吼，医生，咱今年几岁？咱今年几岁？我今年90岁。有影啦！我20年前的，我会骗你。90岁啊！90，看袂出来呢。我安那关键老啊啦。无影，厉害！他你手甲安尼，哦，声拔够快啦。对啦，莫讲安尼啦。你这几岁开始会晓唱这首？我差不多17岁、16岁、17岁。修灵社。我都来人这教会这啦，少年的嘛是比我较少年，较侪来叫，少年你要来唱歌好无？我都甲讲好啊，我都用读教啊，我出世我都住咧万金村甲住伫一个教会，我住伫教会的身边啊尔。咱开始几岁开始领洗？我出世就领洗啊！哇，出世就领洗！我老教育就对了。哇，老技术呢，老技术。你甲咱讲吼，咱他唱的这至尊至贵吼，圣当真吼，这首歌，这都位元起的。我顶头写吼，写古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讲互你听，我所了解，我来参加来学，这个古调这歌是西班牙人、西班牙神父。阮教会是讲神父啦，普通人就讲牧师啦。伊说西班牙人来统治，啊，就因都有这歌安怎做，我嘛唔知。所以呢，在讲因的人来外国人头期来了嘛，是袂晓讲咱话，啊，有些人即骗甲即个
这个咱台湾歌安好。佫用河洛话咧读呢吼。佫用河洛话咧唱啦，用咱台湾话咧唱啦吼。有啊。吼，你甲咱讲吼，咱这万金川吼，我知影讲差不多7%-8%在拢咱教育。哦对啦，这差不多，假使按来讲，100户也有70户拢总教育，30户拜拜尔。这个过节的气氛吼，是愈来愈薄，还是愈来愈高？那照新版呢，人就较少，啊，即摆人啊生较少，经过这10年安经过吼，小可有较薄，啊若无是拢差不多啦。咱读到老信教老的，就是历史啊，这个信仰，信就是安尼，袂使阮读到袂使讲信落，你讲半信半疑安袂使，反正天主作界。是。啊，咱知影吼，外面吼，毋是教导的人吼，对着咱万金吼，印象上深刻就是敢若亲像其他的汉人那迎妈祖，然后咱迎圣庙啦，吼，啊，咱这迎圣庙真闹热嘛，吼，啊，这闹热的气氛是古早真闹热，还是讲今麦较闹热？说古早就安，我知影阮大伯啊，第一代这个教堂万金的人，阮大伯啊，伊是因为音乐的老师啦。我第二代我因为会分地吹分阿鲁多啦。哦，你也晓分地车分阿鲁多？我分地吹分阿鲁多，我拢会晓啊。哦，所以咱家己有训练一班人。阮嘛是有训练，因为我就说第二代就伫即间教堂的迄个音乐的迄个乐班呐，吼。就我第二代就对啊啦。啊，迄阵是家己学，还是师傅甲恁教？我是师傅伊请阮家。请先生来教。阮家一个叫潘老师教阮24个，啊，甲你讲你嘛无得啊，你嘛像24个，我使来啊，即阵啊，逐个拢需要啦，像我家己，像我家己一个人。24个一班，24个一班，阮24个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你老空间啊，就是安尼。安尼对，我都24岁就去学啦，我当时个几年几了，我毋知我袂记，我会记我24岁就去学啦。好，安尼啦。好，谢谢，我医生，感谢呢。袂啦。哦，谢谢。来，老师，你甲咱讲，这是啥物物件？这是牛车。啊，阮用来报佳音的，即马是用来报佳音的。牛车来报佳音，对。啊，毋着牛去报佳音，还是人坐伫牛车顶头？阮利用牛车落去载人去报佳音，去带耶稣婴仔转来。哦，所以遐这个牛仔伫的啦，哦。即摆无牛啊啦，牛吼因为会惊，啊，所以即摆无牛啊，所以用人落去扛。用人落去扛。对。哦，所以当时还佫有这个牛车咧报佳音嘛？开始的时阵是对我开始，就是阮你做囡仔的时阵，67年我做老师，我伫遮做迄个小朋友老师，阮德利班的老师。德利班的老师。我开始我就带，因为阮以前的职业弥撒、主业弥撒，拢爱是12点以后，12点才开始嘛，才开始。啊，所以阮了后的时阵哦，就半暝啊嘛，啊半暝大家拢会食点心嘛，啊囡仔就会感觉讲。佮较系足兴奋的啦，就是半暝免困足赞的安尼。啊，所以阮就想讲，外国的师傅嘛讲，因拢会去报佳音嘛，啊，我就带因去报佳音安尼。哦，是安尼来的。啊，所以阵啊拄啊好，我就甲阮的亲戚借一台牛车。啊，牛车伊就用枪啊，榕树。用枪啊，哈，落去装一个迄个花安尼猫猫。啊，敢若花车安尼。对，小朋友拢坐起哩，阮的亲戚有一只牛，啊，佮一只牛车，啊，就洗恁拢洗规装，安尼。哇！啊，就去报佳音就唱歌，啊，因为阮迄边遐有外国人的所在嘛，啊，阮就会足大声唱歌讲。天主保佑，天主保佑，天主保佑，祝福大家安尼。
啊，搁唱迄个圣诞歌，互大家安尼规路安尼听。啊，迄个报感是安尼来。啊，沿线到即嘛，因为迄阵啊牛啊，行路会放屎。啊，哪行哪放啊？放对，啊，所以就介无方便。啊，尾仔就搁无牛啊，无牛啊，即马阮好佳在有一个教友，甲即台牛车留互阮。哎呀，这留互你的少年的记忆。对。啊，即马阮即个牛车呢，当年嘛是还搁咧使用，但是就是阮有一个善会，有一个团体，阮的查甫的拢用光的。查甫用光的？用杀的。啊，顶面就是坐也用人落去做迄个圣母，搁甲玉石。啊，因阮去选教友一个家庭，甲耶稣放在遐，小耶稣，耶稣遐放伫遐。啊，阮规定的人去遐迎接，甲耶稣带倒来，意思讲耶稣伫遐出世啊。甲带倒来安尼。啊，阮就爱用这台牛车落去迎接。哦，所以这也甲过去的这圣经内面的故事甲演出来。对。啊，互大家会当来传承这意义。对。其实吼，大家对万金吼，即摆上大印象外界的人啦，就是吼暗时足水的，足闹热的啦吼。是。咱吼。来行来外口，即马天色暗嘛，咱行来外口看这个灯火，尤其大家拢做这个马座的哦，真趣味哦。是啊。咱来外口看嘛，好。咱就是看到这路边吼，就开始有马座的故事呢。是啊，因为即马阮当年吼，拢有各善会、有各团体吼，拢负责一个所在，即规条路。因拢爱负责一个马条的布置，互即个圣诞节吼较热闹的，啊，互人来遮会知影，讲吼这个圣诞节有小小的梵蒂冈的迄个气氛。感觉。对。吼，你甲咱讲吼，即摆这规了，这足济呢，对啊，本来善会啊。要不今年吼，到旧年开始，搁有企业家，有地方人士，有迄个什么，嘛有来甲阮赞助。比如讲议员啦，也是关心的迄个企业家，较有事业的，较有迄个有家庭的啊，伊嘛是拢会来赞助来做这个。比如讲，这个就是阮的圣母军，阮圣堂的圣母军，伊这个善会伊家己设计在做的。这个圣母军做的，我会记以前还有这个布置马座的比赛。对，即摆嘛是还阁有啦。即摆，阮即摆吼有一两个教友吼足厉害，足有创意的，伫阮隔壁庄啊，看你若有时间，你会当去看，伊拢去捡迄个石头，啊无就是叉，足漂流木，足水的，足牛的，迄石头会让捡到真像人的形哦。赤山遐吗？还是？伫赤山，伊旧年有摆出来哦，足水的。所以哦，我对咱万金也好，赤山上深的印象就是家户拢会看灯火啦。对。敢若去到外国共款的。所以你若感觉讲这个有咧看灯火，就是讲这一定是教友家庭。一定是教友的，对，看灯火。你看这就是。议员赞助的，伊就是赞助这个，伊关心阮这个所在，伊该听是阮这个所在，对。所以你看这赞助，对啊，这就是个另外一个善会啊，这个另外一个善会的布置啊，还有就阮的妇女会，阮的妇女会，妇女会妇女会。所以各个咱的民间的团体拢会来呼应这个政府的活动。这是阮教会内底一个妇女会。一个妇女会，咱教会本身内面有妇女会，妇女界啊，对。比如讲有青年会、妇女会安尼。是，没有介一个善会，介一个团体，对。因拢爱负责，甲这个所在吼，人来的时阵就会当感觉讲有一个气氛，有迄个感受到阮的圣诞，耶稣要降生的这个平安啊，来到这的时候会当看到遐灯火，看到这的装扮，因为一年的设备拢无共。我感觉因的创意足好的。我头早有问到咱旧班的两位，安尼记吼，我有讲，其实万金对着外口人来讲啊，真好奇啦，这天主圣会圣诞夜正告会，我问因讲，因希望外界人安怎来看待恁的活动、恁的节日、恁的日常啦？因就讲。其实因无啥物要求，就大家互相尊重。对。你感觉呢？我是感觉讲，阮是
会来的人，阮足欢迎的，嘛希望讲神会当互因祝福，有伫因伫这参观的当中会当得到一个平安。或许神伫冥冥之中要赏赐互因无共款的物件，唔知影。阮拢会当希望因会当得到。来这是一个福地啊，因若有唔知影啦。 神要安怎落去计划，唔知影安排，唔知。啊，总是希望大家平安。阮新眼界吼，会来到遮吼，上主要一个目的，咱拢知影吼，圣母圣殿吼是咱台湾真重要的这个历史上的重要的这个记录，吼，这个记录，包括讲后来是这个宗族，吼，若是如此。 咱遮甲平埔族，甲汉语，甲河洛人，吼，啊，整个这历史的这个变化，拢在万金川小小的这川内面，就会当看到。我希望哦，观众朋友来到遮，若是互相尊重、了解遮爱甲和平的意义、宗教的意义之外，就会当理解到种，这就是咱台湾。对，咱台湾就是安尼来相承。 啊，而且继续来往前行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咱也希望哦，就融合。啊，唔那是融合，大家吼彼此尊重，彼此会无共款。对，尊重是上重要。吼，这也希望喏，台湾新眼界吼，世界万航台，拢在万金川。真的。拢会当看到。咱希望明年搁在万金川会当来相见。好哦，欢迎哦。欢迎哦。欢迎哦。万金川欢迎你。咱明年再会。